刷过来看到这新北市邦桥这一个驶轿车的男性啊，伊不服警方要他抓落来，加速来逃走。警察只好对后壁啊吹油门，不过警方迄当时也是骑奥多麦啊，而且佫是下班时间车啊真多，嘛唔敢略伤晚，煞总去互选去啊。因为这个人啊先违规挖倒手，佫想要弄警察。最后啊是通知到案的方式啊，因为规个过程拢有监视画面啊，违规的情形非常明显，但判伊4万块的罚单，甲吊扣驾照6个月。原警骑车软过车阵，要砸这台白色轿车。下车！对这台车一直发到强要收声，也毋过驾驶人员无准问到。用警棍卡车顶，想要到驾驶油员技术检查刷落来，油门站落想要走，险险不过弄到远景。电铃声轰轰叫，白色轿车驶不够紧，远景赶紧骑车继续用。毕竟下班时间车流量还是比较多啦，所以他等到前面的车全部都走了，他才赶快加速逃逸。这台白车好走去，原警指定目睭金金人上中，代志发生伫站的6点外，新北市邦桥区三民路2段，这种的驾驶伫路口违规倒挖，原警看到想要加早，想要到伊无要配合，搁沿路一直违规，煞被开罚单超过4万块的罚金，驾照嘛因此被吊扣6个月。考量当时为交通尖峰时段，远警为紧追在后，避免造成人车危害。不要动，骑我！骑我！车种的驾驶唔但拒绝临检逃走，佮危险驾驶弄红灯，无拍方向灯，加在无发生意外。警方已经通知这个姓郑的驾驶到案说明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